Kim 咁爛搖 T 清邁，睇到咧我身後邊嘅呢一個環境，就知道我入住咗一個勁豪華嘅酒店。今次清邁6日5夜之旅咧，我係一共換咗4間酒店，ซึ่ง每一間酒店ก็คือแบบหรูหรามากเวอร์มาก我係每一次行到入房都係哇咁樣嘅，咁所以咧今次就決定咧整理晒我今次清邁旅程嘅所有酒店俾大家睇，等大家下次將來有計劃嚟清邁旅行嘅時候，都可以考慮下入住其中一間，或者入住晒所有酒店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公開我今次清邁之旅去咗邊幾間酒店。每一次啦，拖都會安排啲好好嘅酒店房俾我哋。ซึ่ง呢一間簡直係 over 勁 grand มันสวยมากมันเวอร์มาก我啱啱咧มันเข้าห้องไปแล้วแต่ว่ามันสวยมากก็เลยแบบจัดกองแล้วก็โชว์ทุกคนเลย首先啦我咧間酒店房一行出嚟嘅時候咧，已經係會有我哋嘅私人泳池啦，出面咧係見到條河㗎。เจ้าของบอกว่าตึกนี้เป็นตึกที่แพงที่สุด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ตึกนี้มีแค่4ห้องแล้วก็ทุกห้องก็คือแบบมีตกแต่งของเขาเองเลย呢個咧就係個客廳啦 Oh my god 佢有少少中式風得嚟啦，亦都帶有少少泰國以前古早嘅味道。呢個係烘爐 ，which 係可以睇到電視嘅。然之後，個廁所係咁㗎 ！Oh my god！ 會唔會太大啊？佢係分開咗呢個浸浴啦，然之後呢個咧就係花灑位。好中意呢間酒店喎，點算啊？我覺得大家咧點樣下次再嚟清邁嘅話，點樣都揾一晚住喺呢間酒店度。佢喺 Booking.com 係有9.1分，都係勁高分啦。同埋一晚咧，我哋啱啱睇咗啦，係要16,000 即係大約4000蚊港紙，3000幾4000蚊港紙。清邁嘅酒店真係極級誇張啦！繼我第一晚住嘅嗰一間之後，我哋今次嚟到呢一間係更黐線㗎。首先咧，呢個我身後邊背後咧就係佢嘅主 building 啦。咁咧上面係房嚟嘅。我有個朋友咧係安排咗住呢一間房啦 ，which 佢個房入面有個Jacuzzi，而我咧間房咧。就嘟俾人安排咗喺呢一間屋度，我一個人住一間屋，我真係琴晚咧一打開門嗰下咧就已經哇咗出嚟啊！呢度咧就我琴晚自己一個人住嘅屋啦，呢度嘅係1樓啦，咁有個廚房，跟住然之後咧呢個係有張 king size 嘅 bed。個少少嘅花園仔㗎，我琴晚嚟到啦，因為太黑嘅關係，係咩都睇唔到。點知我啱啱翻到屋企，先至發現原來我後花園係咁樣㗎，我係可以坐喺呢度欣賞個湖啊！成間房咧，俾個遠縮大家睇，就係咁樣啦，張雙人房、雙人床，跟住然之後咧，嗰個房嘅行出去出邊咧。就係 toilet， 個 toilet 首先佢係極級大啦，我呢個咧係 family room 嚟嘅，跟住咧個 toilet 就係呢一度啦，佢係乾濕分離，然之後我有個按摩浴盤，唔係按摩浴缸浴盤添，浴缸呢一個浴缸係極級黐線，因為咧佢係有按摩毛添㗎，我啱啱就喺度係咁撳個按摩。咁樣咧浸咗15分鐘，然之後佢仲有個花灑頭啦。呢個浴缸我真係可以喺度浸1晚啊！上面呢度2樓啊 ！Oh my god！呢度首先係俾我哋掛衫啦、化妝嘅地方啦，然之後有個小陽台，又係咧可以望到我哋啱啱嘅湖景，然之後睡房。
2樓都係可以有個小陽台，出面個景係超級靚。啱啱咧係日落時分啦，嗰個環境勁靚。我想帶埋爹哋媽咪嚟啊！呢度咧係有3張床，我咧係將佢呢度咧拍咗做2張床啦，極級舒服。我唔該大家即刻 book mark 呢一間酒店，點樣下次嚟清邁都一定點樣都住翻1晚，因為真係太舒服。今日嘅 room tour 介紹完畢，期待我第3間 hotel。Now I feel like I'm in Japan。我係呢間酒店咧，我一入到嚟咧，我完全 feel 到自己好似住喺呢個宮崎駿嘅世界咁，感覺一出去咧就可以見到龍貓企喺棵樹度等緊我咁。อันนี้ห้องเราใช่ไหมคะโอเค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ค่ะ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หนูกำลังถ่ายคอนเทนต์ก็เลยเอาไปเองได้เลยขอบคุณมากค่ะแค่อันนี้ใช่ไหมชุดนอนแล้วก็ขนมและชาคาโมไมล์อ๋อขอบคุณมากค่ะขอบคุณค่ะ最誇張嘅係，我今晚咧係會入住呢一間我身後面嘅 Grand Onsen Suite， ซึ่งข้างในจะมีออนเซ็นของคิมเองออนเซ็นของคิมเอง我有自己嘅獨立小溫泉。我啱啱咧已經入咗房睇啦，迫不及待即刻 set cam， 然之後咧一定要做個 room tour 俾大家睇。首先我依家咧已經入咗嚟我嘅小屋啦，係有個花園㗎，哇！好日本啊！日本語ですか？啊，かわいい，すごい気持ちいい。勁日式，我完全 feel 唔到自己喺曼谷依家，完全 feel 唔到自己喺泰國啦。我完全覺得自己係身處喺日本。跟住啦，呢個咧就係 toilet 啦。好，3、2、1，啊！我嘅獨立小溫泉啊！Oh my god！我可以喺度浸浴，然之後望住我個小庭園風景啊！俾大家咧睇埋我張床嘅位置啦，咁呢度咧就係呢個榻榻米嚟㗎。我好想去日本啊！佢完成咗我想去日本嘅夢啊！跟住咧就塊鏡啦，有個電視啦，個衣櫃啦，就係一個簡單嘅鋪排啦，就係咁樣啊！public 同埋 private 嘅安聲啦，同埋呢度咧係有 public 浸腳嘅位置。準備咧去呢度咧去食早餐。終於嚟到成個旅程最後一間酒店啦，亦都係咧我哋所有團友最期待一間，就係娜亞，因為呢間酒店出晒名，勁豪華、勁 luxury， 而我今次咧就係住喺3樓，間房係行歐式嘅風格啦，全部都係白雪雪木係藤。呢度咧就係一個擺設啦，然之後咧就係俾我哋放行李嘅地方啦，然之後間房 ，Oh my god，係咁噶！相信我真人嚟，你會見到更加大、更加靚嘅畫面。浴室係咁噶 ，Oh my god，係有2個洗手盆噶啦，然之後咧呢度就係 toilet 同埋企浴嘅位置。好想唱一首歌 Pretty Little Baby 呢度咧就係我哋嘅 coffee bar 啦，有啲 snack 啊。佢就係成個野外嘅環境。Oh my god， 會唔會太靚啊！間房係咁㗎。
完成條片，係咪完全感受到4間酒店有幾豪華、Rula、帝王級呢？嗱，留言話俾我聽，4間入面你哋最中意邊一間酒店？如果你將會嚟清邁，或者有朋友會嚟清邁嘅話，一定要分享呢條影片俾佢。OK， 今次係咁多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呢條影片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泰國資訊，一定要收睇我呢個頻道。如果中意影片嘅話，記得點讚、分享同留言，追蹤埋我嘅 IG， 你就會可以知道更加多嘅泰國最新消息。冇咩事，我走先啦，繼續享受我嘅富貴之旅。屈啲。